主后2023年8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介意公平甲公义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箴言第10章17节到11章31节。听受劝诫，行活路；去杀责备，行迷路。暗砍怨恨的人，嘴讲白贼；四界造谣的是戆人。教会难免有过失，约束喙齿才是聪明。义人的舌亲像纯的银，歹人的心无价值。义人的喙培养真济人，戆人因为无知死亡。上主赐的福气，互人富足，内面无掺忧苦。愚戆的人看作恶做快乐，明理的人看智慧做欢喜。歹人所惊的会临到伊，义人所意爱会得到。狂风吹过，歹人就消失。义人会永远安稳徛在。找贫大人做代志，亲像喙齿互醋酸着，目睭互烟熏着。敬畏上主会加添日子，歹人的年岁会减少。义人的愿望带来欢喜，歹人的期待到尾落空。上主的道路对正直人是保障，对做歹的人是毁灭。义人永远袂动摇，歹人袂当徛起伫永稳的地。义人的喙发出智慧，歪曲是非的舌会受挂断。义人讲话合宜，歹人出喙歪曲是非。欺骗的天平，上主厌恶；公平的秤锤，伊所喜爱。有骄傲就有见笑，有谦卑就有智慧。正直的人有诚实得因带，亏欠的人因为奸诈直到毁灭。上主大受气的日，钱财无路用。只有公义会救人脱离死亡。无通指责的义人，伊的路直好行；歹人会因为家己的邪恶跋倒失败。正直的人会互家己的义救着，奸诈的人会陷落家己的歹所设的罗网。歹人一个死，伊的愿望就无去。伊所期待的嘛会消失。义人会当脱离患难，歹人反转陷落迄内面。眼中无上帝的人讲话害厝边，义人因为知识得到解救。义人顺利行通，通城欢喜；歹人灭亡，人拢大声庆祝。城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兴起，因为歹人的话倒坏。藐视厝边的人无常识，明理的人静静无出声。世界讲人长短的人闹设秘密，诚实可靠的人藏捌代志。无好的领导，国家就衰败；顾问多，人民就安稳。甲青云人保证会受大吃亏，拒绝甲人担保就安全。好德行的妇人人得到名声，聪明的查甫人得到钱财。仁慈的人家己得到利益，残忍的人家己受伤害。
歹人得到的工钱是空空，也义的政治得到的报赏才是实在。坚持公义得到性命，继续做歹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上主厌恶，行为正直伊所喜爱。歹人一定受刑罚，义人的后代会得到解救。负人人水若无明理，亲像金环挂伫猪的鼻。义人所喜爱，最后拢是好；歹人追求的，拢惹上帝生气。人若施舍就若好业，人若当生就若善车。爱施舍的如丰盛，帮赞人的得到帮赞。敦正五谷毋卖，会受咒诅；欢喜卖出，会受祝福。出来做好，会得到运费；追求邪恶，会拄到灾祸。我靠家己的钱财，会跋倒失败；义人会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。惹起家庭纷争的人，啥物拢得袂到；戆人会做聪明人的奴仆。义人结的果子是性命，强暴的人残害性命。义人伫世间得到报赏，有做的歹人一定受报应。上帝介意公平甲公义。对箴言第10章后半部到11章，作者常常使用正反对比的对句，甲善甲恶鲜明表达出来。作者伫11章第1节讲到，做生理的时，毋通用无公平的手法欺骗人，毋通做违法的代志。作者强调，交易买卖爱诚实，佮劝勉人着做诚实正直的人。谦逊的人会拥有智慧的陪伴，而且无通指责的义人，伊的路直好行。歹人会因为家己的邪恶跋倒失败。当你去菜市仔买菜，发现头家会帮仔做骹手，你会安怎想？我还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厝里的时代会甲厝边讨论，市场呢倒一个头家的物件头斤减两，甚至转去厝里还会向隔壁伯仔借帮仔，甲买来的物件搁再称一遍。无久以前，听厝边咧讲，有一搭猪店的猪肉真鲜鲜，顾客常常一大阵。即间猪肉摊的介绍真公道，头家卖头斤减两，还久哦，因的态度真好，员工态度也真好，听讲因是基督徒。听到最后一句话，我迄时感觉面有光彩。安尼的基督徒头家，互人客都学落甲会答志，大大见证主的名。一个生理人若会当诚实公平，必然会得到上主甲人的欢喜。伫现实生活中，常常看到善恶两条路摆伫人的面前，互人来选择。义人肯定会选择行善行好的路，若是歹人往往为着私利选择行恶做歹，最后反倒落入家己所设的陷阱。咱伫生活中做啥物的选择，毋但会影响个人，也影响家庭，甚至影响社会。咱希望家己的选择带来祝福，或者是灾难咧。
台湾有一间卫浴公司的董事长，捌甲一位天主教主教去罗马访问，当伊看到罗马的卫浴设备，甲使用者的安全列入考虑，也想要改善台湾的浴景，后来推出大潭分离设计的卫浴设备。这项创新的技术为伊带来财富，毋过伊并无创步，也甲技术甲台湾的同行分享。颠覆过去台湾人拢用浴槽仔的习惯，这人的创新想法，毋但改变国人的卫浴习惯，也减少长辈伫淡骨的浴室跋倒的几率。台湾每当风台还是落大雨，拢会造成蔬果损失，直到供需失调。若人性机风台过少，就会造成民怨。伫即种时刻，就需要公平交易委员会发挥功能，互市场迅速恢复正常的交易秩序。年初，真个国家受到禽流感影响，致使鸡卵减产，台湾也深受影响。若餐厅甲烘焙业受影响，民众也真好买到鸡卵。迄时，却也有人趁机囤卵，企图风台过少，也影响卵的新鲜度，危害消费者的健康。咱虽然只是小市民，也是通对台湾有真实的关怀。咱通对日常的饮食和用品开始，选择优先土地，袂造成伤侪污染的商品。愿咱遵照上帝的公义行，真爱行好行善，必然会受人敬重。默想，我要为家己的选择负责，搁较爱倚靠上主所赐的智慧行公义。我要为家己的选择负责，搁较爱倚靠上主所赐的智慧行公义。咱来祈祷，感谢上主，你是正直公义的神，恳求你帮助我。愿意时常追求公平、正直、公义，经常默想你的话，互我的好所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